拢坐伫遮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总共有大大小小家有100多家，100出头。我昨天联络了80、90家，我们公司的学校都在这里，他们都帮我打，我自己也打。我们昨天打了大概90几家，这些按照食药署上面的量的排名，前50名就占了90%。主要肉类的可食用部位的肉类，拢坐伫遮，对不对？落实产地标示，只进无来猪肉，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跟无含莱克多巴胺大概价格上面差不多到。咱讲久了病，咱无咧听，就平价，你要买倒一项？先生，你2项平价，你要买倒一项？就平价，你要甲小你大头，你物件买来也卖出去呢，你还卖出去呢。我跟大家的，其实这拢是常态思维，无讲向较巧，向较戆，还是向较有地位。咱买物件来，第一个要想到卖得出去，卖不出去，对不对？冷冻猪肉来都要放在冷冻库呢，冷冻库储存的成本很高呢。安尼你听有无？你买俗的还卖袂出去，放在冰箱1个月加几落块，你会好无？有人咧讲做未来要这进口美国低的油脂，我给大家报告，油脂若冷冻以后就变成跟纸板一样，根本都不能吃。像那个恁台湾话讲的油脂、油球，迄拢爱生鲜的，冷冻过就袂起来，你炒起来就敢食抓棒像安尼，听有无？我们台湾的猪肝其实都吃得剩很多，吃不完，都拿去当饲料。大家要有理解，唔当人咧讲啥拢爱信以为真，根本这样本末倒置。有贴标签你就放心跟他买，进口的都没有瘦肉精，你也可以买，你自己可以自由选择，这样好不好？